新竹峨眉有一处天主堂，头摆生活过外老家下，村民如果去给两面粉也得物资。经济状况过好的天主堂的门没关起来耶。加巴提北埔南庄也两台观光体系地段嘅峨眉，人口能5000人诶。因为无便利商店、无工厂、无马人会去注意到，啥也认真安尼，使得保持天然嘅样诶。为到嘅韩国当人看到峨眉有一奖诶，也希望喺保持原貌以外，使得有无穷样嘅发展。蔡天人杨新军智能人民文化协会推展沙期事务，和嘉为天主堂来做基地，屯标给下年20年嘅天主堂大门再个打开来。继续发挥社会关怀嘅功能，也多年来因为汉体名路向宣传，结合从实习传会、睇峨眉协议安部也都发通屯市政方嘅后生人带一批，过多年也认真安尼提拔去峨眉。绕度台风烧到东马，师傅当天晚上悄悄4点钟咱们快食盆面包。俩窑烤来讲啊哈，其实烧佛就是一个挑战，好，因为当天你要烤几道，好摸一天，好，我们已经烧一份土又一天啊，摸一天。地面通红停掉时，高老起表面绕度，但坡都会做到准准。这一份土会紧来紧带，紧来紧带，佢摸墙电烤哈，一直都是按切切的去按样。绕份紧边配以来加一难，不过配出来的面包粘度都好些。老师，我们比较有特色的话，就是那个菊香蔓越莓，我们自己做的桶干酱去包的。那可以试吃？可以，这边欢迎试吃。对，因为它是属于窑烤，有老面，吃的比较不会胀气，对，口感很好。吃来吃去，只有这家最好吃，因为它的那个面比较 Q， 好像是老面，这是老面做出来的。那我们有去南庄去吃过，他们也做手工窑烤的，吃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柴铁铜干是走酱，啊走酱以后拿来包落去，还有个蜂头的咩嘿，系东方美人茶加蜂头，哈加一加熬煮的红豆甜母的。老水菜嘅梅水加嘅面包肚，不过连天中下嘅天主汤用梅来卖面包呢。當然講，我每年嚟見啲，我每要去過北部冇醬油，去過南莊冇油，我先做下個冇用是，但是見啲講中間決定係經過我咪，就冇見啲。水做個北部鄉公所民眾口中嘅鄉情願，是為北部推廣當到範土，主動到感受，佢取到家鄉天朝嘅改變。隨住92年成立的人民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，3萬6千做沙期人潮，限價天主堂來做點。上海社嘅話攞嚟料，當初話攞嚟天主堂，基本本都買個麵粉啦，牛奶等等嘅東西話本意。但是到民國70年後以後，台灣嘅經濟改變咧，因為我們還有90%就冇客家人唔係信天主教、基督教。天天我夢是天主堂的，容易放0年10年，所以用成員除了教會講為家裏種項目。當初冇想我會做生意，只想本來下企業都也辦法到來開會來做嘛，都總是好。當初嘅想法是那樣嘅，所以重新嚟講，個教會主教講到幾下非常認同，其實一下開始是特別冇愛用，幾50千講下嚟用。外國政府起嘅世交通，台灣在嗰大塊內，唔過為做乜嘅呢？本來係做公務山嘅公司運持到，唔好下下就是政府為發展自家嘅產業。特別冇有嘅。還買過片照，買過種啊，跟乜嘅事情做去買啊，還去駐天來講。幫妹為到老一屆初到小部專家頂上提書，用成員強調嘅那水師傅，老一屆對澳洲做乜嘅師傅向下來介紹。生魚腰，正常嘅做乜嘅東西，即係當初魚嘅兩個人嘅，魚好嘅，你睇個兩出嚟上，那腰嘅做乜嘅？做麵包冇一個特色唔有做。幫妹嘅下一班啲合作麵包，韓通先生直接搶來峨眉。
买俩的天主堂唔到面包，当初一样，因为看笑话，因为冇有行，一直买东西做嘛。我讲今年韩本就系贵。是在2月，面包曾受到贵州嘅标准，佢嘅丽莎也变成面包师傅，小夫嘅砖头也冇嚟。不过挑蛤蟆还蛮出名，冇万人来教干，接上去拜托人来买。一起坚持到底，天主堂仍然出做做面包，餐厅呢也有条路好走。我都该中高龄的人啦哈，有水好走。哈，那有水好做的法哈，大家是生活就改善那样啦。刚开正常的正个对吧？还是狗来俩做啊？是，但是来劝啊，我不敢人聊，当然小孩没有啊。真饮是好多偏剧玩永远啦，冇爱你吼，冇卡怪怪哈，冇嘛出来干呀，就是散毒嘛，我就单家人不，冇嘛出来干呀。我们向人挑战5000西巴拉沙，连田地上点都冇。不过江城区认为，我们两个素材来讲嘅的是顶站，所以连安东年都10万盘春会学习也都发图，将稳做未来。一条路线嘅讲，整个开发嘅出人门，进到北航，进出江嘅工人，工作人员当地嘅补白，随单出现第8条入行，喊出老师法嚟下股冇出发嘅通知地图，用嚟控有帮助时，天主通度嘅参会出为亏时。都是比较简单的客家菜，但这些客家菜都是客家人，通常你会在选举或者是有人办喜事的时候，很简单的模式，大部分人没有在天主教堂内吃过饭，好，所以他们是一个很新的体验。可是他吃的是客家的风味，是阿婆自己家常菜，好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的传承，也是食物的记忆。大家已经讲客家菜上好处的，其实用新的手法来表现，係同样唔会受人台湾这样的东西，所以唔假摆当东西来看到安的场面，会吓到一下，这样就变得很像的。一般家常菜的感觉，可是吃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新鲜，然后有些食材也是我们自己没吃过的这样。再加上就是主厨在做这些食物的设计上，其实也有别于一般客家传统的一些传统的表现方式，其实还有一些巧思在里面，所以跟这个环境搭配起来是蛮有趣的一个用餐经验。它很雅致，就是可以把那个家常菜摆的，就是很雅致的那种感觉。第一个视觉上就是很美，然后吃起来的那个口感跟我们以前在外面吃的都不一样。文竹方式来表现，每个戏份出多么丰富，也留下佢妈妈料理出来嘅片脆盘，是等人品上也是顶赞。妈妈嘅火家家辣出香喷喷呢，也留下佢妈妈手盘动家，用下班出变出嘅片脆。客家小炒啊，芹菜炒嘅啊，高麗菜炒嘅啊，狂用啊，菜脯絲辣，個嗰種係小黃瓜涼拌啊。家常美食。係呐，韓國鹹菜湯，佢只要是窮下子為了裝了的媽媽是當熱心是為退休的。那阿婆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弄。那我们第一次在去年做的时候，阿婆就在旁边一直看，说啊，你这要这样放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。那下一次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做，因为他开始得到客户的反馈。而個當多素材也設法個當多發圖，睇得要做到我們嘅特色，係留幾做到本人看到。我是廚師，那我在這幾年又在做很多社區營造的工作，我不是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專業幫助他們做一個簡單，然後又不是改變他們，是他們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擅長的事情。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說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天主堂去辦餐會，用草地去辦活動？我在心中埋下一顆卑劣的想法，讓它慢慢裝到變成。
开行中意啲嘅唱歌嘅，草片行就土地出嘅，手工做嘅東西，韓國現拍嘅咖啡等什麼嘅特色嘅攤呢？大家中意操練，中意起練，按路線按食材都享受。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要在天主堂办？为什么在峨眉好像很偏僻，很难到达？为什么要带这些歌手、年轻的歌手，或者带这些摊位进来？那其实我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用这些事情去扰动这个地方。第八類嘅動作攤呢，單單都係啲都會起嘅隨時擺攤呢，也就係啲國際紅嘅各種嘅藝術家設計師，睇得希望大幫佢哋攞財田嘅付圖，會交流出乜嘅東西。所以到網紅中嘅係，佢哋唔單搶繞牆一下，也繞牆兩條線嘅，從下啲奧秘寫住暗部。我願不願意多花一點時間了解這裡？那對我的創作或對我的東西是不是有所影響？我們希望造成這種互動，而且有一個很良好的溝通，是一個更好的模式。比較不像在市區，可能就是只是做生意啊，只是為了140幾、240幾。他這邊感覺是比較跟台灣在地的一些，可能一些媽媽啊，或者一些長輩啊，他們有一些連接交流。之前真的是不知道這個地方，然後來了之後才發現，原來它竟然有這樣的一個天主堂的地方。其實它讓我就覺得它其實不太像台灣的感覺。然後之後問了村長之後，也才知道說，哦，原來這個是就是之前的傳教士過來這邊蓋的。可能你去什麼北埔啊、老街那些，你都路過這邊，可是你根本不會在這邊停留，因為你根本就不認識它。那後來這樣住了一個晚上之後，我覺得這裡很適合樂活，很自在這樣子。透過用落來創意，帶後生人落來，我記得有機會來認識我們，也帶來新嘅觀念。我們主要的客群都落在30歲以下，而且都是都會型的人，大概是台北人、台中。那我覺得這就是這裡最缺乏的這一塊。今天做這個板粽是客家特色的板粽，閩南人一般的外省人他沒有做這種粽子。一鋪多個糕，後生人高手亂傳，也掉上去媽媽還係動作性嘅糕。兩片疊在一起，然後往中間折起來，就變成一個勺子，等下放下去，覺得很難。就是不知道怎麼折，然後也不會綁線，可是就過程中還蠻有趣的。南部的閩南粽都是比較大顆，它都小小顆，蠻可愛的。為中人落來嚟，財田人來參加來熱氣也當出繞。你講係唔同人家教你現代東西，佢冇辦法啦。按教你老古董啊，就都當埋。老人家看到你按到後生人啊，也看到一種希望啊。一種活力啊！那像這個東方美人，它呈現的就是琥珀色，非常漂亮。景點茶景堂共參與老財田人講古，點茶唔單淨是係點茶甜甜。我家以前有種茶，對，以前也是機器茶，對。所以你要做東方美人茶，這樣就不行。所以東方美人完全靠人工。2葉一心，對，太長又不行。像峨眉這個地方，它就是小綠葉蟬搖過的東方美人比較特別嘛，所以就是我覺得在這邊的話，其實就是來在地喝到在地的茶，就是覺得比較香，會一直聞到那個木香，然後又聽了續茶師他在講解當地茶的特色以及這種簡單的泡法，然後你就會覺得你好像很融入。可能以後我喝到東方美人茶，我就會想起，我來這邊參加過一個露營，然後有個市集，然後遇到了什麼人，然後我那天看了螢火蟲，然後有聽了茶的故事，這樣子。要了解出地道喺哪度，就嚟連結峨眉出唔單淨係一個提煉兩次甜甜。當中嘅提白咧，嗰種峨眉，佢邊有提白，佢是有提白，佢就完全唔知，佢研究就唔會塔動峨眉啦。所以我用言語嚇嚟導盤呢把種天主堂嘅地標帶動將峨眉鄉。我們就希望它可以這樣很清晰、很簡單。好，我們從生態開始，我們從很簡單的客家的飲食文化開始，我們從音樂、從市集的模式，帶更多年輕人更認識客家一點點。那我覺得這就是這個使命。唔是條條魚大白魚刀粉，天然唔是加工，除係峨眉最香應嘅素材，也得按後置按魚下嘅啲，讓峨眉變到很難食、很難做面前。